在《楚乔传2》中，楚乔与宇文玥终于破镜重圆，两人在那一晚之后感情更加深厚，而楚乔也跟着宇文玥再度回到大魏京都。这一次，他跟宇文玥之间也开始有难同当了。那么接下来跟燕北之间的对战结局会如何呢？我们话接上回。在楚乔回到大魏京都后，宇文玥除了每日都要出去跟袁彻商讨战事，晚上就必定会回去跟楚乔温柔一番。而楚乔倒是也没有遇到什么事情，日子一天天的平静度过，直到大魏秋季的这一天到来。这一日，宇文玥带着楚乔前往了香芝山游玩，顺带去了山上的寺庙中进行参拜，这也让楚乔好好的看了一下大魏京都。楚乔虽然在大魏京都生活了7、8年的时间，但是却从未去过京都周边的名胜古迹。主要是当时的楚乔身份敏感，加上也没有这个心境，但如今楚乔却可以跟随自己心爱的人一同来到这些地方游历。一路登上香芝山，楚乔看着满山的红枫林，微微赞叹这里的景色。加上宇文玥难得有时间带他出来玩，也让楚乔更加珍惜如今的时光。而楚乔却没想到，在这里他竟然见到了一个很多年没有见过的人，那就是袁松。当初无忧无虑的袁松，如今也已经消瘦如刀，才20出头的年纪，两鬓却已经是斑白一片了。而在袁松的身边，有着一位少女正在服侍。但是袁松却对那位少女并不是很在意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人。不过楚乔也是看了几眼后便选择离去了，因为他也知道自己跟袁松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关系，与其相见不如不见。很快楚乔就跟宇文玥参拜完了寺庙，上了马车回了京都。在回去的路上，宇文玥也有些忙碌，因为再过些日子就是袁彻的大婚了，为此宇文玥也显得有些忧心忡忡。无论楚乔怎么问，他都不说，只是故作神秘地告诉楚乔要给他一个惊喜。对于什么样的惊喜，楚乔倒是也一直在期待着，但却没想到接下来一连7、8日都没见到宇文玥。再度有了他消息的时候，就是有人从大梁赶了过来，说是宇文玥亲自前往了大梁求亲，要迎娶大梁的秀丽王。第一批的文聘和礼金都已经送到了大梁的皇宫。这个消息也让楚乔有些啼笑皆非。而又过了一日，宇文玥便回到了家中，楚乔立刻就拿着那封信件询问宇文玥怎么回事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宇文玥倒是也没有任何尴尬，直接心直口快地对楚乔说道。只不过楚乔却比较在意自己的身份，还是害怕宇文玥如此做会落人口舌。但宇文玥却没想这么多，他想了这么多年，怎么可能让楚乔悄无声息地进入家门？这一次他定要昭告天下，告诉所有的人，楚乔是他的女人，并且让宇文玥如此急躁的原因，就是为了要赶在袁彻结婚之前，将他跟楚乔的事情给办了。在结婚这件事上，他宇文玥也不能落下。而接下来的日子中，楚乔也并未发现大魏上层有什么动作，他也不知道宇文玥用了什么样的方法，让整个大魏忘记了当初楚乔协助燕巡杀出大魏的事情，更是2次粉碎了大魏的北伐之战，甚至亲手杀掉了大魏3皇子袁齐。这一切似乎都没有发生过。一连几日中，大魏的那些贵族们相继上门，给楚乔和宇文玥送去了不少的珍馐礼品。似乎2人之间的婚事对于整个大魏来讲有着巨大的好处。但让楚乔没有想到的是，这还没结婚，大魏的那老皇帝便直接进入了病危的危急时刻。在《楚乔传》第2集中，成为了大梁秀丽王的楚乔，身份也随之高贵。而宇文玥也在此刻向大梁提亲，他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秀丽王楚乔是他的女人。话接上回，在楚乔正紧张地筹备婚礼的时候，大魏皇帝病重的消息便传了出来，宇文玥也被喊入了宫中去侍奉。在这个时刻，其他的那些皇子亲王们都纷纷入了宫。虽然宇文玥对此有些不耐烦，但只留下袁彻一人在宫中，宇文玥也是有些不放心的，所以只好也留在了皇宫中侍疾。在这一日中是注定不太平的。刚进入夜晚的时候，驻扎在城门西处的东湖军便跟景小王爷亲去的亲卫军动了手。具体什么原因也没有人知道，但是楚乔被吵醒的时候，便发现了整个西方的天空一片的通红，厮杀的声音响彻了天际，并且入宫报讯的人全部被阻拦在了宫门之外。
很显然，有人在刻意的纵容这件事。又经过了半个时辰，战斗的规模也扩大了起来。岭南的穆小公爷也率领亲兵加入了战场，但是京都的纠察队却隔岸观火。无论两伙人打成什么样，他们都按兵不动。因为城外打了起来，导致京都中的大小帮派和混混们也趁此机会开始打家劫舍，整个京都中一片哀嚎。百姓们只能躲在家中瑟瑟发抖，生怕自己会被惹火上身。楚乔也吩咐了府中的兵勇严加防范，大门紧闭，绝不出门一步。但很快，楚乔的府门之外就突然灯火通明，似乎被大批人马给包围住了。月久原本打算带着兵准备跟人拼命，不过好在贺萧探查了一番，才发现是官府的督察军奉命前来保护司马府的，这也让楚乔稍微放下了心，开始安静地看着今夜的闹剧。在等待了一会儿后，宇文烨便也处理了大部分的事情，赶回府中查探与楚乔的安危。而楚乔也询问着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。相对于他自己，他更担心宇文烨在外会不会遭遇什么难事。这一次闹事的原因，其实是为了将事情闹大，从而让他们的那些边军被遣返回驻地。元彻和元顺之间的对抗，本就是大魏的西南军和东胡军之间的对抗。如今皇帝病重，各路边军几乎都跟着自己的主子留在京都，让边军守在帝都之中，本就不符合规矩。所以一旦闹出事来，那么他们必然会被遣返驻地。而宇文烨作为青海王，自然也被算计在了其中。一旦他们全部遣返，那么元顺手中掌握的3万京都骁骑营就成为了京都最强大的兵力，皇位也会落在元顺手中。所以宇文烨选择直接出身离开，并未加入那场动乱之中，甚至连看戏都未去。你一切小心，不必挂念于我，府中的兵勇充足，下次不必分兵出来保护我。楚乔此时也让宇文烨多多注意自身的安全，但是没想到这句话却让宇文烨十分震惊。我什么时候分兵回府了？宇文烨微微一愣，完全不知道楚乔在说什么。那不是我的人。在宇文烨说出这句话后，楚乔的脸色也凝重了起来。如果不是宇文烨派来的，那么谁还会在这种时候关心他的安危？但很快宇文烨就释怀了。不用担心，应该是13的人。13指的就是皇子元松了。当初他被燕巡斩断了一条手臂，母族更是被楚乔和燕巡一手搞垮。如今是大魏中最没用的皇子，他选择来保护楚乔，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在宇文烨和楚乔的婚礼之中，随着老皇帝的病危，大魏京都局势逐渐复杂了起来。宇文烨打算将楚乔送回青海，但是楚乔却要留下来跟宇文烨一起的去面对。日复一日，老皇帝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，只有一口气在吊着，似乎下一秒他就会撒手人寰。但是谁也没想到，直到春节来临，老皇帝竟然熬了过来。谁也不知道他还在坚持什么，似乎是有着什么心愿未了，也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人。就这样一天天的拖着不肯闭眼，整个京都的气氛也因为这个老皇帝一直紧绷着。但没有人有万全的把握，更没有人敢弑君，率先发起行动。而在这一日早上，宇文烨刚出门去上早朝，楚乔的府中便有人来访了。此人是一个女子，容貌也十分的靓丽，并且跟楚乔的容貌还有些相似。六姐，你不认识我了？女子看着楚乔惊讶的样子，不由得微微一笑。而此人正是楚乔以为早已身死的小八。当日在行刑前的最后一刻，宇文烨用其他的人将小八给换了下来，只是楚乔并不知道罢了。小八，你这些年过得可还好？楚乔看着眼前这位有些陌生的姐妹，想了许久之后才温和地说道。接下来小八跟楚乔说出了自己的经历。楚乔本以为小八这一次是来投靠他的，但是却没想到小八却直接不屑地说道，楚乔如今是燕北的秀丽将军，又是大梁的秀丽王，更是大魏的司马夫人，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奴隶，有什么资格来高攀？这句话也让楚乔的心逐渐的破碎了。昔日的姐妹如今也已经形同陌路。你今日来找我有什么事？虽然楚乔此时的心再度冰冷，却还是平静地问出了小八的需求。殿下要走了，我想求你给我弄一张解除皇家奴籍的文书，让我可以跟殿下一起走。小八缓缓地说出了这句话，他口中的殿下就是元松。因为当初宇文烨死讯传回来的时候，小八再度被赶了出去，就是元松将其救下来的。
所以小八决定要跟在袁松的身边。而楚乔也询问了一句袁松要去哪里，却没想到被小八狠狠地辱骂了一番。如果当初不是因为楚乔，那么袁松也不会被烟熏砍掉一只胳膊。如今他一直深居简出，不再去理会朝野纷争。但前几日袁松却为了楚乔动用了官府兵马，很明显的对楚乔他们示好，这也让袁顺不再让袁松留在京都之中。听到这些话后，楚乔的大脑瞬间有些懵了，他没想过那件事竟然会造成这样的结局，让堂堂一个皇子被贬去看守养马场。而小八跟楚乔说话的口吻也一直带着讽刺的感觉，这更是让楚乔心中的怒火更盛了一些。当初并不是楚乔故意留下小八，身不由己，他也没有任何办法。而现在姐妹重逢，言语之间却都是生分之感，这让楚乔如何能不寒心？所以很快，楚乔便让小八离开，袁松的事情他会去解决，但是从今往后，自己便没有了他这个妹妹。这14年的时间，谁过得都不好，他凭什么就认为自己就过得很顺呢？而这件事也让楚乔整整气愤了一天，但毕竟是自己的妹妹，楚乔还是答应帮助她解除奴隶身份，袁松自然也不会让她去看守马场。那么楚乔接下来会如何去做呢？我们下期再见。